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通宵江田宫的白沙屯妈祖，有一个外号粉红超级跑车，对妈祖去进香的信徒，会称呼因是香灯卡。白沙屯妈5月要来展开10天的进香活动，要用行的行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。今年报名香灯卡搁来破纪录，到昨为止已经超过25万人。庙方来宣布，先暂停报名4天，等物资补齐了后，12号才搁恢复报名。无论是庙内还是外口的街仔路，拢是粉色的人潮。白沙屯妈祖进香开始报名，经过1礼拜，今年卡手若少少都报无完。假日才有开放。门口有大告示报名暂停办理。标志性的粉色的架已经暂时领袂到啊！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拍算伫5月7半暝登桥启程，报名时间为3月27开始1个月，纳700块，就会当摕到粉色的进香服、臂章、帽仔、甲面巾等等的物件。为了这个香客，庙方准备23万领架，才1礼拜尔就发了去啊！一直到4月7日为止，报名人数已经超过25万人。只好暂时停止报名。没有报到名是有点可惜啊，特地排假来的。但是没有报到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假日礼拜6再过来。只是没有报名，我会再来报。香灯卡有够踊跃，报名人数一年比一年较侪，今年更加创下6年来的新高点，超过庙方的估计，赶紧利用时间要补充装备甲物件。到目前为止，备薪是没有办法再补足啦。好，那今天开始，先暂休4天啦，总不能说这些物资没有啦，我们就停止报名哈。其实讲，我们还是要赶啦。无报到名的乡亲唔免惊，差不多12队当搁恢复报名。妈祖的魅力真正是挡袂牢，信众踊跃要参加。看这个办事，今年粉红超跑的场面会比往年较闹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